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講怎麼會這樣？這種疑問句的發語詞，每一個地頭有無同的講法。像講，卡會安呢，哪會安呢？太會安呢？太土會安呢？安怎會安呢？怎樣會安呢？卡會安呢？本來8面會贏的比賽，竟然在最後一刻倒輸1分。哪會安呢？要互頭家的報告，我明明已經檢查幾啊擺啊，為什麼也是有漏交？你這個人太會安呢？講無兩句話就起骹動手。這囡仔太土會安呢？攏講袂聽，真不受教。這天氣安怎會安呢？拄則要出大日頭，即擺隨上大雨。恁這幾個少年呢，怎樣會安呢？食無3杯硬菜，就要就西天。今仔日的台語字，咱講遮的實在是真趣味。